也深深感受到咱教会对伫圣经行业的疼心甲支持，特别是谢牧师甲夏牧师是我真尊重的牧者，因为夏牧师的母会伊是伫七必教会出身的传教者，因甲谢牧师夫妇因伫七必教会真受到尊重。七必教会就是我的母会，因为我嘛是七必教会出身的会友。伫我成长的过程中间，受到夏牧师甲谢牧师因真济信仰上的教导，特别是伫因伫遐牧会时阵，是整个教会成长上济的一个时期。所以因也帮做我伫信仰顶悬真好一个学习的模范。所以今仔日有机会会当来甲遮。来甲咱富强教会请安，也会当甲牧师夫妇见面，心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愿上帝恩典充满伫咱教会，也更较侪恩典赏赐伫咱教会以及牧师的身躯顶悬，也互相咱不断经验着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甲喜乐。也请咱搁一摆参加做伙来祈祷。愿咱亲像栽伫溪边的树，领受信心大滚力的关联，互咱不断经验上帝的话语，亲像活水的源头，互咱照时结果子，生命无枯达。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有一首真古早的歌，伊的歌词安尼写讲：我正航行，我正航行，我正航向远方的家乡，横越大海，穿过暴风雨。确实，咱的生命就亲像一只船，咧开伫人生的旅程中间，有时咱会遇到风影，有时是平静安稳。做是咱听即个歌词是真优美，总是咱若是亲身经验，可能就会充满着惊吓甲不安。对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就亲像咱所看到的即种的困境，就是遮的阮。互咱看到，家己离伊边上看起来是真平静，毋过迄种忽然起的风影是真正会出名，因为遮风影伊往往是突然间就出现，也真激烈，伊是超越过人所想象的混乱。即个原因是因为伊的地理的特别，就是伊即个位伫即个约旦河的中间，伊的雨水比海还阁较低，是世界上海平面海迄个海水比海水还阁较低的淡水湖。伊的四围有山围咧，所以当即个气流伊若下降的时阵，甲吹入即个即个湖水顶面，伊就会形成风影。这是无法度事先来知影，亲像大老风共款，伊若吹落来的时阵，迄个瞬间是真正的强烈。圣经学家赖特伊讲，除了是用即个掠鱼做工作的讨海人以外，整体来讲，遮的犹太人伊毋是一个讨海的民族。真特别的就是伫因的文化中间，因有即款的认知，就是感觉讲，遮的湖水遮的湖水，伊亲像一种黑暗的势力，伊威胁着上帝的创造，甚至威胁着上帝的子民，以及上帝对因的计划。所以咱会当看到伫马可福音书中间，常常会去描述即个海内底有奇怪的物件。所以咱就会当理解讲，当耶稣甲伊讲，甲遮门徒讲，过来去迄边换，可能对伊来讲是一种挑战。
对耶稣对问讲，要咱过来去迄边换，迄边换是对，可是迄边换对伊来讲就是换别人所行的所在，所以阮都毋知伊要去的所在是一个什款的所在。也伫即个阵咧开的过程中间，本来真平静的风，本来真水的即个河面的景色，总是突然起大风，即个影看着即个船来，船煞雨水毋甲要满，所以哇，迄个咧传讲加利利忽然起的风影竟然出现。遮个语言甲迄个约拿书旧约的约拿书，其实因的描述是跟真类似、真共款。所以即种的风影对伫犹太人来讲是一种惊吓，也是一种的不安，因为是一种黑暗的势力。特别咱知影讲，耶稣的门徒内底，是毋是有真侪人是掠鱼的，对无？吼，真侪人是掠鱼的。总是因对伫遮的海影，也是开船，应该是真专业，敢毋是？总是当伊拄着即个加利利忽然起的风影，其实对因来讲，即个风影伊是超越过因的经验，毋是因所会当控制的。而且，咱头拄已经知，这毋是一个普通的风影尔，对因的角度来看，即个风影的上顶的意义，就是迄个挑战上帝旨意的黑暗的势力。所以咱看到讲，遮门徒因伫即个风影中间，伊非常的惊吓，总是当咱会当想象，可能已经吐甲东倒西歪，也是毋知影有啥物款的方法来解决的时阵，咱看到耶稣伊恬恬咧困，耶稣恬恬咧困，总是遮个门徒已经真惊吓，也想无办法。所以，因就非常的生气，因非常的生气，所以对耶稣讲：“得要无命，耶稣敢无要紧吗？耶稣敢无要紧吗？”是门徒因感觉伊已经真尽力，总是敢若耶稣伊无有做啥物。所以伫即种困境的时阵，咱就发现，遮个门徒因敢若已经失去了坐船正前，因伫岸顶的时阵，伊是听耶稣讲什款的话。讲迄个真出名夜景的譬如，夜景的譬如，所以迄种夜景的譬如，也就是咧讲，遮个上帝的话语是大有气力的，是大有气力的，会带互人信心。吼，总是当即个平静无影的时阵，听耶稣的话是简单的，总是若伫即个风影中间，要爱相信耶稣，都是困难的。有诶圣经翻译讲，即个4章第40节讲，甲伊翻译做你无信心吗？即个翻译其实伊无掠着伫遮时间的意义。有诶翻译就亲像咱今仔日读即个和合本讲，恁也无信心，是无？总是有一个搁较好的翻译是讲，恁为虾米惊吓？恁也无信靠上帝，也无相信伊统治万物的权能就伫我内面吗？确实，风影伊会带来真现实的惊吓，惊吓也互门徒失去对话语的信心，所以因无法度去坚持，也是无法度去理解到底耶稣的身份是甚物。也是耶稣伊所传讲的迄个上帝国的信心，甲伊所拄着，因所拄着即个风影有啥款的关系？当然，因就无法度相信讲耶稣是迄个生命的主，是创造大自然的主。即款的困境，其实伫咱的生活中嘛是常常咧挑战咱，就亲像咱即马要来看世界，就是咱的生活嘛常常拄着即突然起的风影。头拄讲我是皮肤七米人，甲夏无斯共款。咱知影讲七米是一个真水的所在，所以真侪人真爱去佚佗。咱无花时阵，青年就真爱甲阮去七米佚佗。有一当，我甲我的先生就是阮甲民牧师，阮也带教会青年去七米佚佗。伫暑假的时阵，总是无拍算要离开的时阵，本来是好好的天气，
却突然起风影落雨。所以迄届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即个特别伫阮迄阵做伙去的青年的心中也留落真深的印象。我记得真侪年了后，有一届阮咧分享的时阵，有一个青年也佫特别讲起即段经验。伊讲迄阵因为风影去了后，高空船也是讲迄个飞机就无飞，总是遮学生仔因爱紧赶转来台湾，因爱上暑期的辅导课，所以阮就坐渔船来离开。总是坐渔船的迄个过程中间，咱会当想象，就亲像即个家己的乌，遮个温度所拄着的迄个情况共款。因为风影真大，即个渔船真细，所以即个影看起来就拢拍过迄个船顶。互拍过迄个船顶的时阵，其实遮个青年是惊甲皮皮喘，甚至有个人也吐甲当做西歪。所以当即个青年咧讲即项代志的时阵，伊还佫是非常迄个情绪还佫伫咧，总是伊讲一句话，伊讲其实伫迄当时，伊心内真惊吓，想讲敢会无法度佫看到家己爸爸妈妈。所以伊当时伊是无甲阮分享，是真侪当了后，伊讲其实伊当时是非常的惊吓，甚至惊吓甲感觉讲有可能会袂当平安倒去甲厝。确实，即款恐怖的风影是一种互咱真恶劣去经验到的一种代志。就是对即个囡仔伊来讲，伊佫讲一项，伊讲虽讲真惊吓，毋过也真感谢。因为透过即届，互因有去经验到，亲像圣经内底遐个温度，因会体会，亲像温度因拄着风影即款的体会时阵，才会知影讲，要伫遮个风影中间保持信心是真无简单的代志。确实，毋是一种的经验尔，实际伫咱的生活中间，咱诚侪基督徒的旅程中间，咱常常嘛会拄着风影。对整个的社会来讲，咱嘛常常有拄着即款的风影，不论是3年前所产生的即个疫情，甚至是咱头拄仔咧祈祷，即马伫台南非常严重的即个登革热，这对咱来讲，拢是迄种突然起的风影共款，挑战着咱的生活的安全，咱性命的平安。毋是干那安尼尔，咱毋是大自然的变化，甚至是科技嘛。亲像风影共款咧对咱挑战，亲像之前有伫圣经海伊有一个高峰会，有邀请到清华大学一个教授来讲 AI 人工智慧对伫咱信用中间的挑战甲关系。咱也知影最近有一个真夯的什么 ChatGPT， 毋知影咱有开始学习使用，还是有听过无？这个 ChatGPT 伊也开始改变真侪人的工作，也是生活的方式。也有个人会烦恼讲，这个 ChatGPT 会抢家己的工作。亲像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伊的囡仔本来是伫中科一个真科技的公司上班，伊最近就搁转去学校修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为虾米？因为伊会开始烦恼伊的工作会互即个 ChatGPT 来取代。所以，甚至有个新行业也开始讨论即个 ChatGPT， 也是即个 AI 人工智慧对信用中间的挑战，也是讲咱要安怎来面对。所以，确实，咱即个世界也是看咱的环境，咱会拄着即种忽然起的风影，甚至是时代的改变、科技的进步，也会带互咱挑战。咱诚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咱甲备办好。伫每一届突然起的风雨中间，咱有缘会当面壁上帝话语对咱讲话，面壁上帝是咱生命的拯救，无论是遮个病毒，还是科技的发展，是怎样，总是上关键的是咱对耶稣基督伫世界顶拯救的确信，因为即款的确信会当互咱明白。要紧的是啥物？互咱袂失去
即个信仰对于咱生命所带来的应允。有时，咱会将即个信仰当作是离咱一个遥远的物件，也是对伫上帝的话语是停留伫一种理性的认知。像如我有印象真深，有一届有一间教会邀请我去传递，伊的题目是要讨论讲怎样来面对冲突。无论是伫个人、伫信仰的团体，甚至伫伊工作的所在。这一真特别的是邀请我的迄个人讲，他着你敢会当卖讲真侪经文的部分，就是讲无一定爱讲着经文，会当讲即个冲突安怎来处理就好。所以我就请即个主办的会友放心，互我试看卖啊。就是迄天我游玩，因着我的感动，除了讲即个冲突要安怎去解决以外，其实我是用圣经的经文来做中心，做比喻，以及伫内底找着解决的方法。为虾米？因为咱看圣经的时阵，咱就会当找着真侪的方向。因为其实，参照耶稣，伊就生活伫济的冲突中间。安怎讲？咱做伙来回想，耶稣也未出世，是毋是就已经拄着冲突？性情怀孕引起玛利亚甲约瑟之间的迄种的冲突。搁有当耶稣伊去到圣殿的时阵，甲遮个经学师咧讨论真理，嘛造成伊甲玛利亚妈妈之间一种亲子的冲突。搁有咱也知影讲，当耶稣伊咧带遮个门徒的过程中间，也产生了遮个门徒因去想要爱有搁较侪的权力即款的冲突，甚至当耶稣伊面对伊家己的使命的时阵，伊伫可西玛利园，可西玛利园伊嘛拄着啥物款？拄着伊家己信仰，伊甲上帝之间即款内心的冲突、呼召的冲突，总是遮个冲突，伊拢变做是一届搁一摆灵性成长的机会。遮个冲突也变做是一届搁一摆，互人去拄着上帝的机会。所以，遮个是冲突，总是伊嘛是一个经验上帝的机会。所以，确实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对领洗礼甲永远我即个旅程中间，咱毋是讲领洗礼就直接跳入去永生的即个祝福。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也有侪的风险，侪的挑战。就是当咱做一个基督徒面对遮个风险的时阵，咱毋是将信仰当作一种的传承，也毋是一种的理性甲认知，毋是将信心当作一种的考核，也毋是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困境的外面，是咱爱搁转来找找，到底上帝的话语，互咱的盼望是啥物？也亲像咱咧面对遮不人气的风景，咱来相信是啥物会当来迎接伊。第三点，咱就看转来上圣经的福音是啥物？就是上帝的话语，伊的确会当来迎接遮个福音。因为咱看到讲，伫福音中，互门徒遮个声音插册的即个耶稣伊起来了后，伊做啥款的代志？有两项。第一项，咱看到耶稣伊先做的是啥物？伊就用即个福音来讲话，伊真简单两句的命令讲：静落去，停。规个福音伊就停止。其实耶稣的命令的意思顶悬是讲静落去，不准出声。就是侪人较熟的翻译，就像今仔日即个好学本，静落去，定落来。就是有一个较现代的翻译哦，即个现代翻译会当帮助真简单，就帮助咱来体会即个经文的困难。即个翻译是安尼讲：莫吵，静落来；莫吵，静落来。哇，即个翻译是非常的有困难。即莫吵，静落来，会当互咱去联想着啥物？联想着耶稣，当伊咧即边遐的魔鬼的时阵。
伊就是即款的用词吼，是共款的用词，就是叫伊莫出声，莫出声。所以，确实兄弟姊妹，伫即个世界中间，魔鬼就亲像有用共款的声音咧混乱咱对上帝的信心。总是，咱来知影，耶稣基督的话语是稳定即个世界的基础。当伊的话语一个讲出的时阵，任何的混乱拢会平静落来。伊的话语会互咱带来信心。耶稣基督话语的确会带来互咱信心，是亲像即个船有一个船锚，互即个船锚会当来扭调伊，也会当平静即个风影。所以对耶稣伊面对即个风影，伊来击避风影的行动，咱会当看见话语的力量，就是道理的即个力量。因为耶稣的话语是咱唯一的瓦靠。咱所需要的是啥物？咱所需要的就是伫咱的心中较有即款的信心。因为即个信心，伊毋是一种的理性，毋是无明的概念，伊嘛毋是讲一解就有够。信心是每一天爱一摆搁一摆，不断伫咧读圣经，伫咧灵修，伫咧祈祷的过程中间产生。所以即个信心，伊是一个 ING， 是一个继续咧进行的过程中间。所以咱每一个会友，伫每一个时刻，也是伫每一天，甚至每一个礼拜，当咱来到礼拜堂的时阵，咱拢需要搁一摆伫耶稣基督内底，互咱有一款的信心。所以重要是咱要怎样来维持即款的信心呢？咱看无多可能伊也感觉讲家己真捌真理是真济，总是伊对耶稣的真捌，一摆敢有够？无够，是爱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会真捌，一摆搁一摆会经验。所以毋是干那伫理性，毋是干那伫即个坐尊正正伫岸边来听道理，伊甚至也爱伫因的生活所拄着的遮风雨中间去体验迄个上帝的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咱会当学着一项真特别的代志，就是即个风雨中的行行，也正做门徒因人生成长的机会。伫风雨中的行行，也变做是门徒人生成长的机会。特别是咱看即个经文，咱会知影讲，门徒因看耶稣讲话了后，因嘛是搁再表现出伊的行行，总是即款的行行，甲之前拄着风雨的行行是无共款的。因为即款后壁看着耶稣讲的话语了后的行行，是一种的敬畏。当门徒讲，这到底是啥人？连风甲影拢听叹伊。这伫迄个字条文的意思是，伊的翻译会当讲是充满着敬虔的敬畏。字条文伊的翻译应该是充满着敬虔的敬畏。这也就是讲，这门徒伊伫即个风雨中间，伊去看到上帝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一个好的消息，也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伊是创造的主，伊是世界主，也是生命的主。伊会伫咱所徛起的所在来彰显伊的神圣，伊的平静。所以咱所需要的就是信心。咱伫风雨中间袂当平静的迄个关键，就是咱爱信心，也就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福音的开咱。所以最后，咱看世界的福音是啥物？就是即个世界的福音是咱需要上帝的话语。带互咱信心，这个信心会当互咱伫福音中间得到平静。所以这个福音伊毋是用讲的尔，伊是用伫困难中，互咱会当去活出来。因为上帝道理怎样伫咱的生命，咱的软弱就会表现出这个道理的困难。上帝道理怎样伫咱的生命，咱的软弱就会表现出道理的困难。所以上帝道理就是平静风影迄个信心的源头。假使咱若是拄着风影，若是即个世界
拄好拄着风景，咱对即个信仰失去信心，咱会当问家己，伫对咱失去即个信心。换一句话来讲，当咱看到别人咧经历生活的风景，也是当咱家己咧拄着即款的风景的时阵，有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就是，咱问家己，咱伫对失去对耶稣的信心。若是安尼，迄个所在就是咱要重新互上帝对咱讲话的所在。咱伫对失去信心，就伫遐，咱要伫上帝的话语中间内底，搁重新找到信心。可能咱常常咧祈祷流目屎，面对生命的风险，包括即个咱台湾的处境，包括即个世界，咱用真济的咱。无拄拄，咱会当真起来解决，也是有方法来解决。总是咱毋好怀疑，伫风险中间有上帝的话语，平静的应允。当咱生命的船咧开的时阵，咱拄着风险，无论亲像是战争，也是自然的危机、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困难，也是人甲人之间的冲突，耶稣的确甲咱同在。伊的话语的确会带互咱望，伊要伫咱的风险中间带互咱信心。所以毋好怀疑，这是福音的困难，也亲像圣经下伊伫真济的风险中间，也一摆搁一摆经验着上帝的恩典。亲像过去3年COVID-19，其实对伫圣经下伊有真济的挑战，有一个时阵，上严重的时阵。圣经下伊的收紧是为虾米？因为学校爱关门，幼稚园爱关门，圣徒爱关门，拢无人入来，嘛无学生啊，所以就无任何的收紧。总是伫迄个行过迄个过程中间回头看，上帝的赏赐一项拢无欠。虽讲还阁有真济的挑战伫出现，总是阮也用着信心来倚靠上帝。超侪上帝互圣经下伊的意象，特别对历史来看，圣经下伊当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培育教会才会服侍的。所以圣经下伊即几档中间也努力几方面，包括第一项，因为即摆已经无有固定的学生，所以就该转型对一种对传教者提供传教者会当双修的课程。啥物叫做双修？就是会当退休，因无数嘛需要休困，因先得着费力，所以会当灵修、休困，总是会当进修，重新得力，然后重新有新的学习。所以参像阮过去中遮个课程，伊是用理论做基础，总是较重要的，伊拢是用实践的方式。那包括过去阁有一项是圣经下伊主要的方向，就是灵修的成学甲灵修的操练。包括传道牧师，也是平信徒，阮拢有开即款灵修的课程。特别是包括即几档咧推行，毋知咱敢有听过教会年历新课表？教会年历伊就是用耶稣基督伊的降生甲伊的死，搁活。做一年的迄个时间表，所以也就是有代降节、圣诞节，阁有大灾、受难节期，以及甲复活节期，甲即个圣灵降临了后的平常节期。所以阮就有设计真济的编了，甲真济的即种灵修的工作坊，就是邀请牧师甲会友会当来上课，会当来经验安怎活伫上帝即种神性的时间甲空间的内底。因为即个灵修是差不多这30年来伫西方兴起一种新的神学，侪侪人开始感觉讲，即个信仰伊毋是一种理性的敬拜尔，伊嘛佫是一种伫生命中间、伫心灵内底真心甲上帝一款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即个话语，伊是会当伫咱的生活、伫咱的生命，透过冥想、透过安静，会当有佫较侪的明白。也像是，这也包括着咱常常咧咱知影讲真善美，对无？
咱的信仰常常会当讲着真甲善，总是伫即个美、即个水的方面是咱较少去经验甲学习的。所以圣经学院也是即几冬透过艺术来推动即个福音的经验。参像今年即个重返福音现场，阮的设计就是回顾早期宣教书因的宣教的方式，包括用明星图，还是用迄种浪子回头即个巴掌图，还是参像迄个宽窄路图，因回顾历史遮个宣教书宣教的方式，同时嘛敲找未来咱传福音要宣教的方式，也去探讨参像上新的即种的媒体，甲 AI 科技对于咱信仰要安怎来挑战咱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咱所来要来看即段的影片，这就是咧介绍圣经学院今年所规划的活动——基督教教育博览会。透过即个影片，咱也会当看到圣经学院真正真认真咧超出上帝伫即个世界的意象。咱做伙来看。可能爱甲伊试一下，甲伊播放。拍摄。我用赖传哦，咱的干事应该是会当播放哦，不过敢若看起来是无法播放。好，无要紧。即个影片其实伊是咧介绍阮即摆基督教。好，谢谢。谢谢。即个影片真短，总是伊也表现出阮会当伫即个真侪条件中间，阮也嘛会当有找着新的甲讲新的方式。所以，这是阮伫即个过程中间不断咧努力的一个部分。所以，透过即个基督教博览会是第一届，也即摆还搁咧进行吼，也搁咧阮有即个，虽讲即个工作坊，也是即个高峰会已经结束，总是阮也搁有即个展览。吼，即个展览是一个真好机会，咧中间也包括去回顾咱过去宣教书传福音的方式，以及去思考安怎透过即个艺术，也当成做福音见证的一个方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伫咱的即个旅程中间，也愿伫上帝的应允内底，咱拢是寻道的人，就是找到你的人，总是咱记哩唯一是咱信心的源头，是平静风盈的关键。也仰望上帝唯一一只，诚做咱信心的源头，伫咱的每一天，伫咱的风雨中间，拢会带互咱平安甲喜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是创造人类的主宰，你掌管你是掌管生命的主。我们将一切荣耀甲恶乐拢归乎你。
你也赐下你的独生囝，也真多人将生命原点来启示互阮，互阮会当看见，也会当相信，阮的确会当经验即种福音的大贵力。也求你帮助阮，伫阮的福音中间，伫即个社会、伫即个世界的福音内底，阮会当继续倚靠你伫十字架顶所带来的恩典，也你的话语成做阮信心的源头，成做阮平安的确实。求你帮阮亲自来讲话，互阮知，阮相信的就是福气的，互阮每一工也会当信靠你的话来活，也会当将你的福音来传互搁较侪的人，互因也会当经验到你话语中间的奥妙、平静甲安稳，也得到永远的活命。我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于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